仲用大哥大？而家作弊工具已經全面升級，最要防範就係 AI。官方已經明確，內地高考正式考試時段，市面所有 AI 模型，包括豆包在內，都會臨時關閉即時解題、拍題手提功能，唔會針對當年考卷提供分析同答案。好多觀眾都會有疑問，考場安檢、信號屏蔽層層把關，點解仲要特別嚴管 AI？ 2021年湖北高考個案，有考生匿手機避開安檢，考數學中途偷拍試卷上傳手提平台求答案，幸好平台風控即時攔截，冇提供解釋，最後考生全科成績直接作廢，涉事監考人員亦被紀檢跟進調查。2020年湖北監考老師團伙作弊案，任職教師借監考身份偷拍考題，場外召集人解題牟利，涉案金額33萬，主犯最後被判有期徒刑4年，留有刑事案底。如果放開 AI 功能，一旦試題流出考場，場外可以幾秒批量演算大題，生成作文，形成一條完整作弊產業鏈。你拉我，你驚我出嚟？電影出貓只係玩笑，現實作弊代價隨時影響一生。